咱这个人可能讲讲带假名，带假面具，对啦。咱就带假面具，咱讲假话，咱讲风尘的话，所以今中国人做法伊的主办，所以伊时时讲讲咱爱啥呢？咱嘛是对啦。世间上高片，在上面来上高片，这里是什么片？你有冇感觉？这里是。这一群这么平，世间上无容易上的物件，就是这一群。爱人去讲人去，爱人爱讲人话，我会对你好，我听谁？我会对你无人讲，我插不听，听一句。咱这一群好嘛？所以你就忙作相信，忙相信话对啦。所以我们做啥个？尤其伊个内底那个是有条有内底。伊个内底那是，伊讲话人讲爱细那个细，所以我若听你的话，你若听我的话，我甲你讲你教我较好，我甲你无你教我无，人家迄话拢是拢会作者骗人。所以世界上最大的欺骗是语言，你有感觉？所以咱改过自新，改过自新，大家要讲，其实改过自新较有条件。无了解咱改过自新，无意义咱改过自新，你讲无关心咱改过自新，有认同咱改过自新，无可能。改过自新，讲已经看着你家己啦，然后你看着你家己了，你才才感觉行为是正歹。自我检讨、自我反省，这做无简单做到的，心中要做点真心就对啦。你莫去采访对你对讲，对你好歹，你莫去采访对你有真心啊无心。你一定要使我家己是我对你有信心。我有讲语言，我有纯言术。你莫去采访对你安怎，你采你家己，你对你家己安怎样？我感觉就安尼嘛。你较有何必采访安怎样？别人采访，别人对咱可以安怎样？是你家己，咱可以家己安怎样？别人绝对无可能会甲你安怎样？别人甲你讲安尼样是别人的代志。你若无安那，别人甲你讲100个安那，10000个安那，1世人安那，你拢无安怎样？你今仔日你若安怎样，我要甲你讲你若安怎样？是，你出来安尼啊？所以今日你两间嘛，大家做伙小秘密啦，还靠简单小秘密。我若对你无玩看你就相片啊，看你就安尼。内底咱来做啥？所以讲大家做伙来小秘密，咱听道理嘛爱清晰来听道理，茫一个才无清净，你一个才无清是白字就对啦，白字，才心也清净听道理做样修心也无清，听道理足艰苦，我咧帮愈来愈少，愈来愈少。我帮你台湾大家做啥做久诶？你要做哪个做哪有的都是到名称，都是名称就对啦。你要到底帮你有的做可能觉得你特版跟王子就对啦。所以先来听你拜小秘密，既然来啊，爱小秘密，所以等于为了一个小秘密来，大家做每项代志叫做关，安尼简单，人甲人就无故意，众生甲不众就无故意，兄弟姊妹就无故意，所有故意就叫无故意。你爱讲无故意，我甲你无故意，你毋通想讲我要甲人故意，你爱想讲人我爱欺人，有人来欺我，你若欺人作废话，人若要求别人欺你作难过，你看人去玩命啊，毋是看人去转车，你看人转车是难过的，你爱转车你看人转车，看人转车。安尼有清楚无啦？有啦，我咧讲安尼有意味的啦。咱去在意嘛，我在意家己做工的就对啦。你心思用的足艰苦的，你心思用的足天外的，惨呢。今年都无几摆为着马上结束危机，咱修炼2天，还有就为是破烂的，咱还有3星。财星、南木星，较啥迄个信用星、数星，这是咱规矩就讲，你咱有啥规矩就是你不互咱听你，这规矩是你写，是你家己写，规矩你要有你的心，你的心，你的心对啦。
你规矩袂使甲当做是道理，你规矩当做是啥？一个保护，一个约束，一个自律、自理对啦。互遐彩色的书写，互遐当亲戚，互遐拜年，毋通靠你身躯内底安尼。所以讲，修炼法规，生活改善，爱顾着道义。咱若咧道义，就是咱若咧底。兄弟搁那相呢，姊妹仔搁那相呢，大家同事搁那相呢，但这个义袂使无信。人若无义，做人失败啦；人若无义，他就降低。咱若无义就升级，咱若无义就降低。所以一个兄弟，一个家庭内底，一个姊妹内底，为了义，爱失义，为了义来失义，安尼降低嘛？是奥巴马，为什么今日做奥巴马？伊精神修持讲，行实践。你是所有的讲即个啥？英国的德国的美国，全世界上最厉害的左翼啊，做德国的总理啊，全世界排第一名，咱蔡英文是排第14名。为什么今日这么一个国家的总统，伊精神是修持实践，但是讲，有这个福报。有这个福报对啦，所以呢，咱爱顾钱家己，义袂使将钱去分，兄弟的钱，阿妈我爱钱，弟兄的钱，今日你，比如讲今日你互我，我妈妈